點解得長頸鹿冇長腿鹿？邊個話長頸鹿腳唔長，只係俾隻長頸搶咗夫？長頸鹿嘅腳同頸加埋有1.5到2米，個個都想有大長腿，你估個個都可以有咩？長頸鹿嘅頸長，重心就會前傾，行路要同手同腳先可以平衡到，做啲咩都要卑躬屈膝，但企返直實在太麻煩啦。所以佢哋喺野外甚少飲水同瞓覺，反而靠食嘢攝取水分。瞓覺都係企喺度，斷斷續續咁瞓覺20分鐘到2個鐘。出世嗰陣就天外飛鹿咁，從2米高跌落嚟，被蚊蟲騷擾就用有成60厘米長嘅脷去趕走佢哋。打交人哋用手，佢哋就用頸，因為生得高，仲好易俾雷劈。不過腿長都有好處嘅，長頸鹿平均高血壓，着住壓力褲嘅長腿可以控制血管壓力。步幅大，一步等於人哋幾步，唔使成日向人低頭，都食到樹上嘅樹葉，高配300度嘅視線範圍，簡直係草原嘅瞭望台。喺清遠長隆，你都可以坐長頸鹿轉轉杯，感受下同款嘅廣闊無際嘅視野。2015年，長頸鹿家族由南非嚟到清遠長隆。呢度有闊落嘅平地俾佢哋係咁跑，仲有定製嘅超高嘅瓦遮頭同飯碗，返到屋企仲可以入住3層樓咁高嘅獨立房。10年嚟，長隆創新飼料同配搭，發明保健籠舍，進行分群管理，令到清遠長隆長頸鹿嘅繁殖成活率係100%成功。呢度已經誕生咗超過100隻長頸鹿 BB， 成為國內最大嘅長頸鹿種群。種群首領係裏面皮膚顏色最深嘅酋長，酋長夫人叫黑珍珠，佢哋有對可愛嘅小朋友叫高高同遠遠。長隆嘅長頸鹿城堡酒店就係以酋長一家為原型建造，快啲嚟清遠長隆挑戰一眼就可以喺堆長頸鹿度揾到酋長，同佢影相留念啦。